来关心这台股昨呢是大起来到3万点，不过今仔日开盘呢有小可震动起，盘中又搁来到34471点，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。有立委是认为讲这大盘看起来是创新高，不过煞是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。这3万点的背后有真大的原因，拢是受到台积电的影响。同时间其他的股票呢，其实有1398支呢拢是收乌，也就是讲这传统产业的表现其实无介好。伫富国新山台积电强势带动之下，8日台股头解冲破3万点，不过盘后法人估算，台积电贡献大盘大起将近90%，同时间就市规有1398支的股票收乌，形成指数大起，各个拢涉的对比行情。民进党立委李坤城呼吁财政部，台股应该避免变做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。你看今天虽然是涨到3万点啊，但是下跌的比上涨的家数还多啊。是，对啊，是，所以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希望，就是我们能够协助那些比较相对比较传产的这些产业啊，能够持续来升级。有学者观察，目前台湾市场出现产业两极化的现象，除了 AI 股价大起，其他传统产业的类股表现拢无啥好。学者表示，这和美国对顶关税有关系。目前台湾出口除了电子业唔免扣税以外，传产互美国扣甲真重。上受影响的就是工具机、机械、五金业、塑胶等等。目前台湾有7000多名的劳工咧放无薪假，拢是传统制造业较侪。我们台湾的无薪假的人数，也是从年初大概2、3千人，那现在呢最高上升到9000多人，那现在有点跌下来，但是还是有7000多。其实我们传统产业，它不要说营收获利在创纪录，就是它连那个基本的经营可能都出了一些问题，那员工呢薪水都受到了影响，那更不要说它的股东啊。学者指出，以机械业来讲，台湾上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。日本和美国扣15%的关税，不过台湾是20%。在咧关税方面，咱就较吃亏，所以唔免想讲传统股票会起。学者建议政府，目前传统产业因为营收较少，遭受严重的金流限制，认为政府应该协助因渡过短期的难关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